现代人感情疏离，压力总是如影随形，对下一步感到茫然。要如何重拾生活的热情？遗失的青春到底在哪里？青春山海线，青春山海线，青春山海线。先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听过青春山海线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是捷运吗？青春山海线到底是什么？让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。青春山海线就是新北市政府新开辟出来，从淡水连接到贡寮的观光旅游路线，大概分成山线和海线两边。到底在瞄哪里？它就是我们要打造出来一个绿能的一个这个观光的廊道，非常值得大家就是在假日的时候，然后来感受跟体会。总而言之，青春山海线是国内第一大绿能旅游品牌。这条北海岸最美的路线，从淡水到贡寮，总长145公里。民众可利用铁路、台湾好行或是自行车等等的低碳移动方式前往。从人文历史、生态环境到在地美食，爱怎么玩就怎么玩，让你找回青春的热情。了解青春山海线之后，来听听大家怎么说。首先是独自滑着手机的阿嬷，住贡寮，太好了，跟芙蓉在一起呀，我都玩过了，这是我故乡啊。阿嬷比我还会玩，发现了2位有为青年。我都去过。等一下，他们是在日本吗？好像北海道。哦。地理老师表示，接着看看大家想去哪里玩。先来问问雨天中这孤独的身影，应该是这里吧，感觉比较凉一点。比较什么？比较凉一点。雨天练舞比较凉一点。发现上班时间在路边闲聊的男子，应该是这个吧。听说很难排，都要预约，超难。现在最夯的一个景点。他在相关的活动场合上面好像有提过这个方向的活动的说明吧。你也知道的太多了吧？因为我就在新北市政府上班。我也是劳工局，我是同事。我是同事。原来是间谍路人。等到茶都凉了，这个吧，长得蛮像，对吧？那你觉得他以前做什么？他以前应该是饭店吧，是吧？水库网其实是铜矿厂。最后是关于美食的小测验。麻辣锅是国外的，四川来的啦。麻辣锅四川来的，你不知道？四舍五入嘛，全部都没了，剩下他，就是他动事啊。你们真的够了。这个跟这个，哇，太厉害了吧！因为在地人啊。在地人果然专业。你觉得哪一个最可以推荐给同学？这个跟这个吧。你说芋圆跟石花冻。对啊。因为这是夏天比较吃冰冰凉凉的。全世界都知道你怕热了。不管你的学业、事业多不顺，生活多阿杂，都别忘了还有这个地方。青春山海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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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青春山海线 ，OK， 棒。